早晨到早，欢迎收看今日4月27公司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咱来关心台北市钱柜 KTV 林心店昨昏发生大火，造成5个人死亡。外界开始追究责任，造成这么严重伤亡主要的原因，无排除是火咧烧，警报器煞无咧弹，耽误逃生。消防人员怀疑施工的包厢贪一时方便，甲警报系统关起来。台北地检署透明讯问，钱柜的人员甲施工的包厢计共17个人，嘛依照过失致死罪侦办。今日半暝1点外，钱柜的2个主管甲姓黄的包厢，拢以25万交保。27透早1点外，钱柜姓陈的常理、姓张的副理甲姓黄的包厢，行做台北地检署，3人分别以25万交保。其他14名相关人员甲施工的包厢拢请回。为了高也继续查清楚 KTV 导火原因甲相关责任。请问为什么要关闭消防设备？导火迄当阵，包括排烟、喷水、警报、广播系统拢无效，走出来民众讲拢无听到消防警报的声音。本来大家认为是伫咧施工的电梯包厢做的，掩过因否认，讲起火点是伫电梯施工的对角的所在。警方也发现，新增加的电梯的消防水电等工程是其他厂商承包，敢若是工厂工人为了贪方便，才把消防设备关起来。我在工作的时候闻到异味了，我就奇怪怎么会有异味呢？然后我就离开我们的工作区块，然后就出来外面了，然后就看到一走出那个走到那边就整个是火啦。关掉所谓的一些什么洒水、什么警报这些，不是，那我不清楚啊，因为那不是我们操作的区块。台北市 KTV 大火造成重大死伤，其他县市也开始加强注意。台南市长黄伟哲26下昼插队到中西区的钱柜零检，发现消防栓的头前囤真侪物件，当场开放导弹。新北市也伫暗时由副市长谢正达带公安小组到2个 KTV 检查。高雄市长韩国瑜要求1个月内完成辖区内所有密闭式5路公共空间消防安检的工作。记者综合报道。钱柜 KTV 发生火烧，造成5个人死亡，54个人送上病院。即卖还有1个人也被急救。初步调查，导火点应该是在5楼。业者因为施工，把规栋大楼的警报系统甲广播设备拢总关掉。内底人无法度随知影已经火烧厝啊，所以才会被护照。整个林森钱柜大火啊！林森钱柜大火。民众对家己厝内窗仔门翕着高烟一直冲出来情形，对另外一个角度看，高烟一直冲出来，有民众不管家己伫咧大楼顶面，直接爬出窗仔门外口等待救援。内底有人翕着大火就伫咧电梯顶面炭烧的情形，竟然有伫内底唱歌的民众透过社群媒体叫人进来拍火救人。我们这边整间都是烟，我们这快不行了，快点救我！我们在林森钱柜707。早时10点50分，消防局接到报案，赶紧出动。11点30分，将火拍熄。火灾现场4个拢是高烟，虽然疏散200个人，不过因为有7个人到病院进前就无喘气心跳，顺利走出来。民众讲，当时是边仔人敲门，才知影讲已经发生火烧厝，完全无听到警报，也是广播情形。没有警铃，也没有广播。重点是没有听到警铃。没有，警报没响，都没响，水也没有洒，洒水器也没有洒，对，警报也没有响。民众大部分调伫7楼、8楼、9楼，消防人员初步调查，导火所在伫5楼，这个所在有电梯修理工程，导火原因依然等待调查。不过5项消防设备，包括排烟、压水、警报、自火警示器甲广播系统全部关起来。我们检查相关的这个设备啊，它有做这个关闭的情况，所以现场的初步的这些火灾的警报设备、广播设备都没有运作。看起来是整栋楼它都有关掉。因为安怎会甲警报系统拢关起来？钱柜集团执行长面对媒体追问时，要讲都讲袂出来。不好意思，因为当时。新北市看社认为疏失，马上赶往现场的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强调会调查清楚。这场大火造成重大伤亡，钱柜发新闻稿表达真大的道歉，会配合调查，负起责任，绝对袂推卸，并且对着旗下的 KTV 进行全面检视。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长郭文哲昨下晡3点外冒到现场，伊是表示讲，造成严重伤亡的原因，应该就是甲警报系统关掉害的。目前已经要求停业。郭文哲嘛认为讲，业者无应该哪施工哪做生理，未来嘛要检讨施工清洁期间的营运模式。
想到厝内底人也伫内底，因拢真着急伤心。加在尾啊，收到好消息，知影讲人拢被救出来了。安心很多的，安心很多的，谢谢。妹妹那时候说她是躲在哪个地方，然后比较安926包厢比较大。看到查某囝平安返来，但妈妈一直讲多谢。台北市林森北路钱柜 KTV 在26早起发生火烧厝，家在走出来民众讲无听到警报声，是隔壁包厢的人甲因讲才发现火烧厝。不过四个拢是高烟，都厢门伊阁拍袂开，只好先避到包厢内底。我们里面有一个逃生门，它完全被它打开，我们一直想要开那个门开不了，那我们只能就是蹲在那边，然后蹲在厕所，大家尽量把身体弄湿，然后捂住口鼻这样子。现场的逃生动线通畅不通畅？因为它是浓烟，吸到烟、呛到烟，就受伤了，就晕倒，有时候晕倒，所以你再畅通也是没办法所以尽快的赶快把它搜救出来最重要。火烧厝现场因为停电关系，四界拢黑暗暗，加上火一直炭烧，高烟一直冲出来，这拢会增加逃生的困难度。不过这栋大楼其实才拄才3月30完成这个消防安检。施工造成的一些疏失的专家鉴定还没出来之前，我们也不用去据下结论了。所以第一步就是停业，然后封锁现场做调查，将来应该比较标准做法是在整修的时候。如果要营业的话，应该有个规范的，不能当一边整修一边整修然后一边还在营业，这可能那是我们自己要再去想想看，这个怎么处理啊？检查结果合格，确实造成严重伤亡。台北市长郭文铁下晡到现场勘查，讲要先调查责任，再过来追究责任。伫钱柜虽然有伫已经分享监管处申请施工，不过流程也未行完就先开工，也会做回来调查。离现场所疏散的200位民众，55个人分别送往马街、国泰、成功、大甲大安病院救治。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新型冠状病毒拖全世界，目前全世界的确定病例已经要挖300万例，死亡人数超过20万人。不过，即阵有一寡国家疫情已经豆豆受到控制，美国的纽约州也有意大利的死亡人数拢有降低。欧洲疫情上严重的西班牙已经开放14岁以下囡仔有爸母带，就会使出门去散步1点钟。穿着黑白色运动衫的阿伯托特隆，赶着水淹，伊老爸被搬出门。这是伫封城44天了，伊第一遍出门。西班牙伫3月14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了，日人第一遍开放14岁以下囡仔会当由爸母其中一个人陪伴，伫咧离厝1公里的范围内活动1点钟。Sí, que se acabe esto de la cuarentena y que podamos ir al cole con mis amigos y。伫过去44天，阿伯托甲大部分的囡仔同款，即个人会当伫咧厝内拍电动，这嘛总算会当到厝外耍。因为西班牙疫情有较稳定，日一天288人死亡，连续3天死亡人数无到400。Hoy hemos conocido el mejor dato hasta ahora y tenemos un incremento neto de 1.729 nuevos contagiados, que significa un 0,8%. Hemos pasado del 35% el 14 de marzo a un 0,8% hoy。疫情转好，西班牙的卡球协会甲体育大臣也达成协议，准备和西班牙的甲级卡球联赛恢复比赛。定3个日期，5月28、6月初6甲6月28。不过卫生部长无保证一定会当复赛。飞机喷出意大利国旗的红白绿3色彩烟，庆祝意大利结束被占领75周年。不过受到放射力影响，以前空中分列式表演了的阅兵今年取消。内政部宣布会慢慢批准企业复工。也计划恢复体育比赛甲艺文活动。Abbiamo in animo di riaprire con tutte le dovute precauzioni e cautele, sempre il 18 maggio, musei, mostre, biblioteche e anche parlavo degli allenamenti a squadre in campo sportivo。意大利日新增加2324例甲260人死亡，一天新增加的病例数是3月14以来新低。伫英国，首相强生伫礼拜登记伊的官舍，代理首相职务的外交大臣拉布讲，强生有加27登记工作，不过伊强调，就算英国解封，生活形态也无法度转到过去。伫美国疫情重灾区纽约州，日新增加5678例，367人死亡。This is just terrible news. 367 deaths, which is horrific. 古莫讲，这是纽约州4月以来第一遍一天新增加死亡无到400，也比上最时阵减强要一半。
世卫组织25表示，目前无证据显示已经好而且产生抗体武汉肺炎病人未搁再感染，因为一寡政府根据病人的检体发现有病毒的抗体，认为当作为免疫通行证，或者是无风险保证书。世卫组织警告，目前无证据显示已经恢复的病人未搁再感染。记者综合报道。那即阵全世界武汉肺炎的病毒是继续在传，确诊病例嘛继续在增加，即马已经要挖300万例，死亡人数超过20万。咱来看上新的统计，中国病例有83000多例，咱台湾昨昏无新增加病例，目前是429例。香港有1037例，日本有13000多例，那南韩是超过17000多例。美国是全世界病例数上济国家，超过98万例，巴西超过6万例，那欧洲的意大利超过197000例。西班牙超过22万例，德国超过15万7千例，英国是15万4千例，伊朗有超过9万例。咱台湾无新增加新的病例，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指挥官陈时中伊是表示讲，东部南队的小卫感染是独立事件，但国内已经连续14天拢无出现本土病例，上届紧张的时机已经过去啊。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搁再宣布好消息，国内2无新增加确诊案例，就伫武汉肺炎拖到即阵已经将近100天。指挥官陈时中坦白讲，每一摆即摆疫情稍微较热，伊佫会爆发感染案例，家己每一天拢真紧张。可以说，我们第一波最紧张的时候，可以说已经过去了。好，那这里面这几天也没看到，因为有这样的一个8、9天，在社区也没有一个确诊的案例。好，我们只能说初步比较放心了。但是中讲，国内疫情所用的控制成功，除了指挥中心在战略的决定有专家协助，并且提供正确意见。疾管署甲地方卫生单位团队也甲疫情调查做甲真精准，再来就是各部会中间互相合作。就在半石南爆发互相烧话事件了后，东部南队另外2只军男的人员也到阵来抽回进行检测，并且由台大中研院昆阳3个实验室来进行。3只南队拢已经检测完毕，不过结果差异大，也需要请实验室甲专家到阵开会讨论。现在对于抗体的检验，因为各个并没有一个 golden standard 的就没有一个最标准的一个形态，所以都有一些落差在，可能一个个案。它有可能只有这一个实验室被验出来，另外2个实验室没有。那可能在2个实验室被验有，那要根据这个所谓的症状的情况、时序的先后，那是 IgG 还是 IgM， 还有它各种的一个强度的各个不同。这些可能要一点时间。因为国内已经连续14天无本土确诊个案，对着现行防疫措施，包括社交距离、酒店停业、禁止探病出国等，深受计划重新研议。指挥中心讲，无要重新研议政策，不过有研议适度放宽，保持既定成果。另外界关心的代替列车长，北加东部南队确诊者到阵在屏东潮州健身房运动。对此，指挥中心也讲，这列车长已经3摆采检，确定是阴性。记者综合报道。在家乡亲，咱做伙来看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先来看联合报，原来种的鸟仔，埃及圣权36冬来对6只拖到8000只。咱全台湾即马即阵花东无即款鸟仔尔。伫台湾即款鸟仔无天敌。林务局去年开始有委托专业的拉人，用空气清甲12根弹鸟仔，也毋过发现讲即款鸟仔真巧，真正拢生活伫湿地，也毋过即马伊的尾气粪扫场愈来愈恶吹。来看澎湖一报，台北市的钱柜林心店火烧造成5个人死亡，1个人即马有生命危险。专家讲，伫火场千万毋通向顶悬走，因为乌烟冲真紧会去砸着。应该随甲房间的门关起来，阻挡乌烟走入去，来争取时间，等待消防队来救。来看自由时报，香港的南华早报报讲，中国的维权人士为着要保留武汉肺炎疫情的记录，可被中国主流媒体伫网络审查了后，互摕掉的文章甲大文，结果参加这项计划的3个少年家，即马是无代无志，拢失踪去。来关心刷落来5一劳动节的连续假期，交通部为着要避免伤侪民众去同一个所在造成群聚感染，即马有专工提出175个警示区，民众只要用手机到1968的 APP 就会当去查，亲像家人的庙口、军定大街，这拢是警示的范围。若准人阵伤济，就会导红灯，就
呼吁乡亲唔通过去啊。花人夜市啊，卖面的大头早起就开始做生意。伫内底食物件的民众夹着汤光的塑胶棒，尽量避免互相烧话。为着防疫，花人夜市啊，进前实施人数的总量管制，上悬会使来2000人。不过大头讲，疫情冲击加上人数管制，生意大概落了6成。我们庙口它的那个小巷子非常多，所以说我们现在只是设在这里，还有那边。那有2个人在那边按那个计数器，已经掉了6成的生意了。你再管制，人也没有那么多让你管制啊。热门景点加强防疫，大头做生意是做甲真辛苦。不过4月初市名连假，全台真侪游乐场所人真多，中央不得不小心来应对。刷来5一连假即边来啊，交通部配合指挥中心，针对全台175个旅游热点提出警示的灯号，民众手机下载1968 APP， 将看到各地区急时的人数。青灯是正常的，感觉是灯号是人较多，红灯是真亏。不过大头也烦恼讲 ，APP 推行了后，生意会更加歹，会影响到什么？就是说，本来这个疫情就影响到生意了啦，对啊。然后现在紧持下去就是也是会影响啊，大家会有点害怕嘛。指挥中心希望讲人数平均分配，后面将透过手机有先降压，自动分流。今天上午呢，玉山塔尔家，还有阳明山的龙凤谷跟竹子湖，还有寿山的雅座休息区，这4个地方都有启动人流管制的措施，就已经达到这个警戒的阶段，那就开始启动这些管制的措施。所以包括景点或是夜市市场跟商圈等等未来我们都会提供相关的资讯。离台北市有计27开始，会伫台北旅游网正式上传各大景点的监视器及时影像，后面将来判断维持社交距离。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因为东北季风有略略增强，伫这方面的北部、东半部较凉，中南部是较温暖。咱来看温度，虽讲台湾附近的水汽有较高，也毋过对今日下晡开始，云会变少，有机会会出日头。明仔透早继续受这波东北季风的影响，透早的气温较低，北台湾只有18度到17度，也毋过伫明仔日是温度就会回升，各地高温有26度到30度。若拜3甲拜4，东北季风减弱，天气就变稳定。全台湾拢是好天。若拜5一劳动节3天的连续假期，目前看起来天气拢袂歹，应该嘛有小可亲像热天。国际上要紧，咱来关心今年是英国石油公司漏油事件10周年。10当前，设伫美国密西高湾一座海上石油钻油的平台发生爆炸，造成上1加仑的乌色原油拢流入去海洋，嘛造成济海洋的生物死亡。10当过去啊，咱即马做伙来关心，这海洋敢有恢复？相传的渡船慢慢的驶出码头。民众伫咧海边的饭店耍，一个新的海洋生态教育中心，这是美国墨西哥湾沿海5个州最近的情形。We went from a little bitty white wooden house fish camp to this beautiful facility that we have today, and it was all made possible with a grant made possible with the BP money. 教育中心人员所讲的 BP 就是英国石油公司。BP 摕大钱协助墨西哥湾沿海生态复育，投资海洋经济。不过因唔是一个做善事，是赎罪。2010年4月20 ，BP 一个墨西哥湾一座海上石油冷油平台爆炸，11位工人不幸死亡。We're sorry for the massive disruption it's caused to their lives. 爆炸唔但是造成人死亡，也佫造成1.34亿加仑的乌色原油流入去海洋长达3个月，造成正可怕的生态破坏，影响范围自德州加佛罗里达州几多100英里的海岸线全部被影响。海洋加海上部拢是原油，算袂清楚的生物死亡，土地被破坏，旅游业大受影响。BP 摕690亿美金，差不多2.700亿台币出来赔。The impacts of it have been far-reaching. A lot of people learned about things that they didn't know about the impacts and what it could happen. 要民众开始关心海洋保育，石油公司也成立海洋漏油应变公司。To date, about $1.5 billion of capital has been spent on the response equipment that we need in the event that there's another blowout in the Deepwater Gulf of Mexico.
美联社讲，过去几多10年清理老油的方法无啥改变，若果发生意外，恐惊还是无法度应付。国外家也认为，就算将老油清掉，影响也阁会继续几多年。BP 老油海域的海猪加其他海洋生物的死亡数量一直增加，最只海猪的死亡速度更加比正常速度高出6倍。在川普上台了，为了要提高产量，放宽石油开采安全标准，美联社发现，在过去6年，政府安全检查次数降了20%，同时业者的石油冷药变态也愈冷愈深，风险愈来愈悬。在10年了，人类自 BP 事件敢有学到教训，恐惊是无肯定的答案。记者综合报道。若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即句伊的身体状况到底是安怎？顶礼拜啥物款讲法拢有，有人讲伊死啊，嘛有人讲伊脑死，也有人讲伊即马病危。不过南韩总统最高外交政策顾问文正仁伊是表示讲，金正恩要活咧，而且伊的身体康健。南韩的疫情最近有转好的现象，不过社交距离也未全面放人。当地540万中小学生已经开始分配伫线顶用网络上课。4月初9的时是先开始由爱升学的3年的学生来拍头阵。若尾啊呢，上尾一波是国校1年到国校3年的学生伫顶礼拜嘛加入用网络伫线顶学习。因为武汉肺炎疫情，南韩政府伫咧4月初9开始事务经历线上开学，由功课相当、升学关键期的高中3年加高中3年学生升7班。교실에서 수업보다 훨씬 더 뭐랄까 시청각 자료를 많이 준비하고 있어요. PPT라든지 아니면은 이제 시청각 자료를 준비하고 있고. 所来其他年级学生也会慢慢地伫线上开学。开学第一天。老师徛伫咧拢无人的教室，透过视讯线上点评。学生伫老师教课时阵，将麦克关起来，并且伫老师提出问题时阵找答案。这是南韩史上第一遍将公立教育系统用线上授课方式进行。 또 학생들이 50분 동안 계속 컴퓨터를 응시하기가 쉽지 않기 때문에 가능하면 학생들이 이제 25분 정도 하고 그다음에 개별적으로 할 수 있는 학습 자료나 학습지 이런 것들을 계속 탑재해서 수업 효과를 높이려고 준비하고 있습니다. 主要是小学1年到小学3年学生也伫4月20线上开学。南韩史上第一遍，差不多540万的中小学生拢用视讯上课。 We have more freedom because the children can take online classes anytime, but the problem is that parents need to help them to stay focused. 学生甲家长也有一寡老师也怀疑这项新措施伫咧课程的设计甲议题是毋是让达到实体上课的效果。为学生无网络或者是视讯镜头也是问题。不过对疫情大流行，暂时敢若这种办法难听。但他们政府积极对抗病毒。 虽然确诊病例数8000悬甲正悬，不过尾啊疫情慢慢得到控制，每天的确诊病例数也有缓和现象。记者综合报道。若全世界有100亿个穆斯林，即阵受疫情影响，重要的斋戒月爱哪斋戒哪防疫。沙特阿拉伯的圣地麦加有管制措施，若全世界穆斯林上界侪国家是印尼，即马是要实施在家敬拜。 这是沙特阿拉伯圣地麦加大清真寺伫斋戒月叫做提拉威的夜间敬拜时间，只有伊玛目相关工作人员，像警卫、清洁工甲维修人员当进入，这已经是伫通融之下出现场面。沙特阿拉伯早伫几礼拜前就宣布麦加麦地那封城，并且对境内大城之下规工禁卡令。不过部分批评不满声音出现了后，国王才宣布这段期间放松禁令。 虽然感染人数增加，不过巴基斯坦全境清真寺依然是开放，民众抢着去市集买物件。总理伊姆兰汗哭后伫宗教压力，稳准民众斋戒月期间会当逐工例行祈祷、夜间敬拜。不过游玩一评部分保护措施，伊还表示巴基斯坦无法度像其他国家共款实施全面性的封锁，来引起混乱。 虽然真大的军方无插总理决策，警告民众踮伫厝内，民众犹原有听无入。 全球上大的穆斯林国家印尼实施伫厝敬拜，总统佐科威伫斋戒月顶开的前2天就表示，今日气氛将真无同款，伫这进前，就宣布境内的本国时间禁止返乡等防疫措施。Saat buka puasanya ya itu yang kita rindukan, tetapi saat kita bersama-sama keluarga, tetangga,
sahabat yang ketemu di situ di masjid untuk bertarawih bersama。战乱一地叙利亚伫在解决顶开迄天，官方公布境内42个确诊死人死亡，伊德布里省的流动拖船日头路线就顶开胜利。 والله يا اخي الكريم صرنا 10 سنين عايشين تحت القصف وهالمرض وهالكورونا وهالشغلات هاي اللي عم تعدي على العالم باكمله 伫伊斯兰的信仰中，在解决是穆斯林寻求坚定信仰甲定心的机会。这30天来，穆斯林地下禁水禁食，日头落山才到清真寺礼拜。今年疫情冲击，一边防疫一边再解，就算是有一寡无关系，也慢慢学着接受。记者综合报道。 前线直接看镜头，转来咱国内，高雄的红毛港前几天有发现10外只杀人海翁，海保署接到通报了后，甲海巡还有专家去现场，发现其中有1只等待救援，若有另外3只已经死亡，较细只的即阵已经救起来送去台南。小小灯光照向黑暗的海面，会当看到一群小虎鲸敢若靠搭无被游走。天色暗，看不清楚，但游玩会当看到海面上有小虎鲸身躯翻滚，数量有达到10几只。有的小虎鲸巴肚已经向上天。它就有时候呼吸不了，它的鼻孔在水里面翻不过来，就没办法换气。礼拜六下暗8、9点左右，有民众通报，离高雄红毛港敢若有鲸豚迷航。海保署会同海巡署、成功大学等单位赶到现场，发现这3只靠搭伫小波块顶头已经死亡。后来出动怪手，把死亡的吊上花。那这3只看起来性别都是公的，然后身体看起来都就不会太消瘦。希望由解剖的结果去了解它可能是生理原因还是这个感染。等一下啊，等一下，不要急，不要急，等一下。海巡甲保育人员咧吊挂的这只是受困的个体，随欧马洪掉入海中，送往台南的救援池。伊一度紧张，但是阁有浮起来的能力。另外，10外只小虎鲸部分向外撒动，港警嘛派出介护船协助观察。海保署指出，小虎鲸过来届伫春天集体靠搭伫西南海域，过去20年来嘛有超过200只靠搭记录。去年同一暗嘛发生靠搭有6只死亡，集体靠搭的实际原因游玩无清楚。记者林志文、王德心综合报道。来关心西滨公路彰化路段上北，对鹿港到新港9公里的路段，自3月份开始实施区间测速，也毋过实施个外月，煞互民众检举讲，这测速有颠打。警方对早发现讲，系统的摄影机有故障，转甲1300外张罚单撤销。2只重机行驶伫西滨公路，北上彰化路港到新港的杨仔厝段。后壁重机车为头一个区间测速点到上尾一个，时间开了353秒，而整车通过的时间嘛是353秒。不过后壁技师却收到3000块的罚单。5分50几秒。哎，对。那你的部分呢？也跟他差一样，因为我们就后面差不多差到50公尺的距离而已。前后车的距离这样子。你们大概差多远啊？超到你有没有给他超前？没有，完全没有。后壁技术感觉真奇怪，2只车同款的时间经过区间测速的路段，嘛无超过头前的技术。一个9公里的路段，平均的时速是90公里，加上阿索比100公里，并不超速。不过警方的区间测速所显示，伫这个路段行驶的时间是305秒，算是平均的时速是105公里。警方查证，原来是软体错误，时间3成误差。校正对此的这个论体上啊。那有发生了这个错误哦。西滨公路彰化路段，北上为鹿港彰滨匝道到新港杨仔厝段9公里的路段为3月开始实施区间测速，经过计算，只要行驶时间低于321秒就会来开发。不过现在系统出问题，警方表示4月4号到现在完成寄发的有1379件，拢依法来取消。不过学者认为应该加大宽容值。它可能就些微的超速，或者是说它会有先加速后面减速这种不均匀的驾驶行为出现。所以本来应该是把它定义取缔比较严重超速的话，会比较合理。学者认为，一定的距离内底，驾驶人不一定保持同款的行驶速度，因此嘛产生时间的误差，嘛可能车流之间相互来干扰。由于时间点认定不一，建议加大宽限值，不用伫严重超速处地。记者彰化采访报道。
在地上大条，咱来关心目前搬石南尊顶确定病例计共31例，因为每夜新增加的这几例拢住伫高雄。高雄市卫生局讲，即马是公布因行大过的所在，冇去做过消毒。另外，新北市即阵有列出70个所在，要针对5一劳动节的连续假期要做管控，游客若伤济，就会甲关起来。东部南队25号新增加一例确诊案例，住伫高雄市，总计高雄已经有14例。卫生局讲，案例429例，身躯边密切接触的人，对18开始自主健康管理，直接转做特殊隔离。去过所在甲进前确诊者同款，不过在另外公布。这一例的一个阳性确诊个案在我们高雄，他所有的活动的一个地点，都跟我们前面的所相关的确诊个案，我们都有做相关的疫调。是一样的，所以前面的这些清消作为，我们在前一段时间都已经做过了。到25为止，东部南队案件在高雄市已经有255人特殊隔离，自主健康管理将近4000人。卫生局呼吁追踪管理到5月7日，期间出现疑似症状，马上通报卫生局安排就医采验。25高雄市也比较存爱演习，进行防疫平安演习。不过比这期污名化高雄市民，人心比较浮动，经济比较困难情况之下。一样有一个良好的治安。同样的，如果有些人故意扭曲我们这个平安演习的目标的话，对投入的警察、还有义警、义消、民防、守望相助这些人来讲，是不公平的。二所来5一劳动节连假，也是各县市首长的防疫大挑战。高雄市有卖票景点，人伤多停止卖票，无卖票所在是要求疏散。新北市青店风景区老街市场甲登山步道这70个人较多所在进行监看，人伤多就封锁。我们会启动3阶段，第一个阶段会即时影像告诉大家现在的坐标人潮有多少，车流有多少，以及第二个阶段就告诉大家不要再过来，我们只会只出不进。到第3个阶段，如果人真的太多了，我们整个该封锁的路段。我们就给它封锁。离新北市首先进行封城推演，台中甲高雄市也跟咧做。后前卫生署长叶金山认为是无实际，超前事先准备，即阵做好隔离甲疫情调查才是根本。校友义讲，身为地方首长，爱了解作战过程，拄到状况才法度马上备战，这是伊作战40年的经验。记者综合报道。今头来嘉义正出名的伫甲清水公园，去年3月份因为做环境改善工程，全关起来。最近才搁开放，不过因为公园已经关9个月啊，加上即阵武汉肺炎的疫情影响，即马来佚佗的游客减真济。等9个月总算重新开放的伫甲清水公园，即马当是泰国樱花的花期，粉红色的花海吸引袂少民众来遮佚佗。初期公园本来就是很漂亮、很美的地方，对呀，但是。把它整修，再一次整理，很棒啊！让竹崎乡民享受这个很美好的风景。重新整修过环境甲设备，原本3月就要来开放，但是因为天气的关系，一直延到最近才完工。不过，有议员认为，当初是讲好的清水设施，为什么后来不执行？就台湾的民情来讲，很多你让它可以清水，但是又要顾虑到小孩子安全，其实两难啊。最后我们选择安全这一块了。嘉义县伫甲清水公园占地12公顷，是埔子溪沿河第一座清水公园，嘛是嘉义县山区一个重要的观光景点。即马重新搁开放，嘛附近生理已经摆9个月店家，很期待改变。关起来就无人来公园佚佗啊，系啊。即马开始开放了嘛？开放够好。开放有较好啊。山区里面嘉义很重要的橱窗，那这个橱窗实际上就是在介绍嘉义的好，跟嘉义的农特产品。我们希望这个地方可以把它营造成功。官府表示，会配合乡公所针对公园的设施甲环境来调整，令民众同关心的拖荒区域，考虑到公园的环境甲清气，嘛会伫园区的后壁来集中规划，为地方的观光增加更较侪发展。记者林伟霆嘉义报道。地方放送头，即阵挂喙暗做防疫，嘛会使做公益。云林岛6个环球科技大学设计系学生，即马有推出有多样的喙暗套，会使挂喙暗挂出家己的特色，而且卖喙暗套赚到的钱，嘛要捐出来帮助食物钱。
行伫咧舞台顶，展美丽、展时髦，加互人看水的 model， 大家人都拢挂喙暗，斟酌甲看。乌的、红的、青的，遮的喙暗套啊，包括色水甲形体，拢是学生家己配色、家己主张的。用比较时尚的方式来表达我们的口罩套的使用。同学阅读过金庸的著作之后呢，然后一整套的服装来展现金庸的著作的一个内涵。结合金庸小说刀光剑影的武侠元素，训练斗六环球科技大学时尚造型设计系老师甲学生用金创的大纸装塔喙暗，也设计这种有印猫仔、麒麟鹿甲各种花草的喙暗套啊。伫咧防疫的期间，要展现创意，也甲遮的喙暗交互创设基金会来义卖，希望替食物人募款。我想就是一个价值的附加，也是个价值的一个穿越跟翻转。一个100元，好，因为我们目前的植物人呢，一天每2小时翻身一次，换尿布一次，所以100元的意义呢，大概是每天收集10块钱一个尿布，10块钱。这阵病症也阁继续伫咧拖，环球科技大学的学生用因对服装设计，也阁有推广美学的概念，设计这种充满少年气的喙暗套啊，希望得到大家支持，挂机卡的喙暗，保护家己，也做公益，助赞弱势的人。记者综合报道。那屏东大学的教授朱素贞是利用电脑科技设计出白丝旗袍，伫屏东美术馆展览。因为武汉肺炎疫情的关系，伊嘛甲做旗袍村的布料来做翠暗，展现另外一款技术的水。这白丝各有特色的旗袍，拢是屏东大学视觉艺术系教授朱素贞的作品，伊结合东方和西方的特色，做出一丝搁一丝。高贵又更好看的旗袍，比较中式的东西跟西方的东西做结合，所以我觉得还蛮有趣味性的。像这种旗袍就是很多花朵啊，然后可能比较有气质吧。可是老师就是运用那些名画，所以创造出一种不同的感觉。利用这个中式的旗袍，然后在旗袍里面呢加上了一个西洋神话的一些元素，我希望能够创造出一种新的一个对于旗袍这样子的一个时代的一个意义啊。朱素贞选择西方名画，含上丁富贵的牡丹花以及宽丽的龙纹。利用电脑技术，甲印伫布料面顶，互原地花草较传统的旗袍全创新，也产生新的文化意义。旗袍的这个内容呢，也结合了一些文化的一个议题，我希望能够创造出一种新的一个冲突性。另外，朱素贞为着因应武汉肺炎疫情，伊还阁利用村的布料来做翠暗套，挂起来阁通和旗袍互相配合，整体的造型是真正人目。伊也希望民众会使到宾美馆。欣赏伊用心设计的作品。记者综合报道。这阵天气是哪来哪烧热，啉一杯西瓜汁是退火个透心凉。婚宴西地有一个西瓜王，伊号做苦冻水，伊卖西瓜卖超过半世纪，坚持只卖第一季的特选西瓜，食起来刷刷甜个好食。受疫情影响，即马店内暂时无要卖西瓜盘，要来降低感染的风险。啊，毋过呢，民众对这间老牌子的西瓜店也是真支持。一粒一粒大粒的西瓜，用纸箱啊叠加好细架，食都送到位。婚林西里店，互人叫做西瓜大王的苦冻水，无用刺刺，倒替人客经西瓜。另外一边，员工是无用切西瓜，倒加西瓜汁。天气愈来愈烧热，民众食到西瓜苦挂保证的西瓜，拢讲心凉鼻透开。很甜，很甜啊，口感呢？很好吃。从台中来，因为上次新闻报道有报道，然后我们小孩子喜欢吃西瓜，就来这边的。一袋一袋切好的西瓜，一盒只卖50，西瓜汁一杯25，20外冬来唔捌起价。西瓜苦劲的西瓜，逐粒就水，逐喙就甜，搁食会到淡薄仔刷刷。卖西瓜超过半世纪的苦冻水，因为对经西瓜真内行，大家拢叫伊西瓜大王。苦冻水讲，伊只卖第一季特选的西瓜，因为肉质上介好。今年品质真好，因为无介寒，啊无落霜，20年来拢介绍差不多，啊品质也好，介绍就加倍搁加倍，啊这拢人客来认同的。
即阵受到疫情影响，店内暂时无被规批切好的西瓜，希望降低感染风险。店内也加强消毒。虽然病症还搁伫咧拖，冲击济的产业，不过人客对西瓜库这间老店也是真支持。记者综合报道。另外消息来关心。武汉肺炎疫情继续在拖，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是讲，要开放对国外返来的台湾人，会使家己开钱去做体检。花莲的主治病院对今日开始要提供检验，一届是6000块，48点钟内就知影结果。根据外交部的资料，目前印尼、越南、泰国、缅甸、柬埔寨、孟加拉等国拢已经限制外国人入境，除非有医疗院所出的未感染检验证明才会当通行。所以，中央流行指挥中心开放民众到全国7间指定病院自费体检，南部地区负责的单位都是主治病院。这个批数列实验室是一个生物安全最严谨标准的实验室，这个检验呢，大概就要成本上就大概要3到4千块的成本。48小时之内，我们会把英文的诊断报告送出来。花莲虽然也无武汉肺炎的确诊案例，不过因为外籍移工多，所以也是会有一寡要回国也是入境的外籍人士。外籍移工都是上大的族群，检验费一摆要6000，敢是会当负担，我家看法真无共。这平常事情我们要互相嘛，对不对？因为我们自己养，为了大家好。筛检的费用太高了，大概6、7千块嘛哈。我认为不会有意愿自费去筛，除非雇主很担心，他愿意帮移工付这个费用才有可能啊。主席表示，这项业务将会立即起受理，采有用门诊，由家医科门诊各到急诊室外的负压体检站体检，48点钟就有结果。这是专门提供给愈外需求的人士使用的检验管道，一般民众无法度报名。记者综合报道。疫情也在增加，伫第一线的消防人员、救护人员就要特别注意。台中市消防局的防南分队为着要试验讲，这消毒料敢有做甲真十层，就爱伫防护衫这个荧光剂，要看消防人员伫咧穿衫脱衫的过程，敢有细菌甲病毒留伫身躯顶。救护员的防护衫关灯了后出现青光，随后2名同仁出现，一将装备脱落来。抹掉荧光剂的防护衫，爱像长头共款，一领一领脱。消防队救护员模拟出现了后，身上抹掉病毒细菌，脱防护衫的方法过程爱真细致。尽可能的不要去碰触到你的防护衣内层、你的衣服、你的手、你的皮肤。指挥官一个指令一个动作，边仔也有同仁协队，每一个动作了后拢爱消毒，手套脱落来，爱避免搅动抹掉的病毒，也袂当吸掉防护衫，也是手套的内面。脱落来防护衫也爱用外布包起来，才会当避免病毒扩散。每一个部分脱除的部分，我们有一套的顺序的标准，然后每脱完一项的东西，再做一次手部消毒的部分。台中市消防局表示，出勤前拢会向亲子中心确认在上病人敢是有相关旅游史还是接触史，确认了后，就会专程穿防护衫。也不过第一线人员讲，有时阵拄到对方无法度清楚表达，都爱现场判断防护措施。你没办法判断他有无上述 TOCC 的问题，或者是他已经失去意识，那旁人也没办法去确定说这个患者他有没有这个部分的问题。像这种我们会以高规格去做处理。第一线救护员表示，经过现场评估，若讲有疑似症状，也是相关接触史，都会穿防护衫。任务完成了后，都会顺着 SOP 脱衫加消毒，降低感染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这几档不时拢会传出有珍贵的野生动物，或者搞着也是弄死。在2008年，网络有一个记录动物死亡的社团，或者罗刹社。社长林德军利用全民科学的力量，建立大数据的资料库，透过分析找出规则甲规律，望讲会当减少这款代志发生。罗刹社只听这3个字，可能唔知影这个社团咧创啥物。社团的全名其实是台湾野生动物路死观察网，要来调查甲记录全台湾野生动物车祸发生的地点、时间，也佮有死亡的动物物种。阮就是靠这个手机个网络的方式邀请全台湾所有的人，只要因为任何时间、任何所在，只要有看到死去的动物，拢会当用手机来翕起了，拿资料传达给阮。实际伫路的行一抓，无2-3步就会发现死去的动物尸体。但这只感觉我都看袂清。难度较悬啊，
但是至少知影伊是树蛙啦吼，因为你会当看到伊尾针遐嘛是有蓬起来。罗萨社的成员来自四面八方、各行各业，无一定爱有专业的背景，只要提供一张相片，拢是真重要的资讯。平均客湾为差不多2017年开始，每档拢差不多有5000外个人参加，会来提供这个记录安尼吼。阮提供的记录为一开始第一档打300外笔，到即马一档差不多2万笔的资料。出门翕一张相片，地当替咱的环境付出，替生态记录。罗萨社成立到今有万外的会员，社团嘛是全球规模上大的罗萨社，真做是公民科学的成功典范。记者杨淑晴、林坤明采访报道。伫日本的料理界，长期拢是查甫人换大位，寿司的师傅更加搁较是安尼。女性查某的寿司师傅真少。毋过即阵，东京寿司学院还有银座米其林寿司名店，拢豆豆地改变传统，互查甫师傅会当行入去查甫人的天下。一边看总部在安怎捏寿司，一边伫咧传料。东京即间米其林日式餐厅寿司柜台头前，正罕见出现女性。女性の寿司職人ってほとんど、数名はいらっしゃると思うんですけども、ほとんどやっぱりいなくて。だからこそやってやろうじゃないかっていう。要制作日本寿司需要经验，要真济寿司的师傅才开几多年，而且一向拢是男性伫咧做。やっぱり家庭を守るのは女性みたいなところが意識が強くて、寿司職人で言えばやっぱり夜の仕事なので、女性にとってはちょっと厳しい仕事であるのかなっていうのもあります。连续12年摕到米其林3星寿司店的经营者小野家族就讲。女性因为生理期会影响片的感觉，也有女性的手的温度较悬，无法度互鱼料保持新鲜，也有爱擦美妆品的理由，互女性无法度做寿司师傅这个工作。那呢，日本人家特别是老大人，无啥接受女性徛伫咧柜台头前，这也是寿司界真罕你看到女师傅的原因。不过，怎么这种情形慢慢被泡泡改变？お寿司女性だから来てくれるとかそんなんじゃなくて。できたその実際の食べ物を目的に来てほしいと思ってるので。甲以前传统的速度侪无共，想要真济女寿司师傅专门培训寿司人在东京寿司学院。目前学员内面有1/5是女性，也有一寡有名的店开始找女学徒。私がこの業界入った時にはやはり特にこういう和食の世界っていうのはやはり労働環境も厳しいです。時間長いですし。給料も安い、やっぱり体力的な面から言っても、ただ今はもう時代の流れとともに労働環境も変わってきましたので、そのあたりは男性女性問わず働きやすい環境にはなってきたのかなと思いますね。班上所经营的寿司店是营造米其林2星级的寿司店，以提供女性工作机会，也乐见社会对男性就爱食苦做食饱的偏见慢慢被改变，用实际行动改变日本料理界性别不平等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北美的原住民，当年的春天到位，拢会跳泡蛙舞向天地表示敬意。也毋过即马受疫情影响，无法度继续跳。部落的族人为着要延续传统，发起社交距离的泡蛙舞，嘛伫网络成立社团。想袂到讲一困头就招14万会员。这是美国北方的原住民为着要迎接春天所表演的泡蛙舞。不过今年的演出特别无同款，大家是伫厝里家己跳，搁翕影片传去线顶分享。事实上，看过因的团体演出，尤其是伫各类型的运动会进行表演，就会知影泡蛙舞的场面甲阵容拢足大的。We can't get together and line up in a grand entry where all the dancers can line up in one place. And we can showcase them and bring them in the arena, welcome them, so on and so forth. We cannot do that anymore. We got to be creative. 就算讲这舞台变较细，形式也改变，不过这个原住民也是希望通维持永过的传统，所以伫咧社群媒体顶悬成立社交距离泡蛙舞群组。想袂到吸引真侪原本无熟悉泡蛙舞的人，现时已经有14万位会员。We're hearing a lot of positive feedback of people who've never been to a powwow. Because they just never felt comfortable going to a powwow. It's an expression, it's an art form. People are not disappointed when they
really open their hearts. 美国疫情还佫炭烧，致使今年4月几个传统的大型活动拢已经取消去。不过，加州一间病院的医护人员身躯顶有原住民血统的乔丹寇尔，虽然拄下班，有时伫家己的车顶拍片，唱出传统的歌曲，家己就要庆祝一下。保持社交距离是现时上界重要的代志。不过，通唱歌跳舞庆祝传统，也是真欢喜。记者综合报道。新型冠状病毒伫澳洲滚架，民众踮伫厝内，家己煮食时间嘛变济啊。加上讲哦，食青菜、食这果子会当增加免疫力，所以澳洲生产菜色、果子主要的产地南澳的西班牙最近上界无闲，销路真好。啊，那头家钱是趁饱饱，啊，毋过外头的健康甲宿舍卫生却无啥受重视。西班牙东南部的城市阿尔梅利亚有3万多公顷的农地，含塑胶边仔做温室。澳洲人所食的菜色水果有一半拢自家来。自疫情爆发了后，生产需求嘛加真济，包装工厂真无闲。为了抗疫，要求工人爱挂嘴掩、接消毒，惊疫情影响生产。Of course, we are continuing to work, but we need double the staff because we have to rotate everyone more. We produce the same amount as before, but with double the workers. 西班牙南部农业区正挖苦外籍移工，为了确保防疫期间继续生产，农业移工会使自由下界。但是，敢有做好隔离检疫，正做外界关心的焦点。另外一个使人烦恼的是，外籍移工内底大约有一半是违法移民，或者是无合法的工作证件。所以有一寡业者防指控无要求工人挂嘴掩，也无磅体温。无顾因的健康。Of course, we're afraid to go to work because it's dangerous. There's some tasks that we do, and we shouldn't be doing them because of this deadly virus. Many companies are putting their profits first. They are not worrying about workers' safety, and that's a real problem. 伫阿尔梅利亚无偌远的阿托查雷斯，抓一阵违法移工。防疫期间，政府严格查证件，这人无法度做工课，日子强要过袂落去啊。Of course, we're frightened. Because if you don't eat and you can't even go out without wearing gloves and masks, which we don't have. 目前大约有500人住伫遮，但是犹原有100外个亲像因的所在，违法移工计共600人，恐惊真侪防疫空棚。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今仔日因为受东北季风的影响，东北季风有略略增强。伫遮方面的北部、东半部较凉，那中南部有较温暖。明仔载透早继续受这波东北季风的影响，明仔载透早温度较低，毋过伫明仔载日时温度就会豆豆回升。即阵咱做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19度，上悬26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0度，上悬29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2度，上悬31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9度，上悬25度。外岛的温度上低22度，上悬27度。来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日的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祖，祝乡亲顺心，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